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于3月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了新办事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昆纳沙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在美国开展工作的国际组织已开设了这个新办事处，以加深对东突厥斯坦问题的了解并振兴在美国的活动。他还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此前曾与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等组织合作，开设新的办事处，通过增加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来摆脱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迫害而言非常重要。美国国会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晚间在国会山共同举办聚焦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权现况的活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共同举办活动，聚焦维吾尔人权现况，播放被关押学者伊利哈木的纪录片。他的女儿菊尔感谢美国政府与欧盟持续为父亲和维吾尔人发声，呼吁更多国家加入反压迫的行列。参议员的主要成员和欧盟驻华盛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美国和一些国际媒体的记者也参加了会议。参议员卢比奥去年提名伊利哈木为诺贝尔和平候选人。他说，这个奖项对伊利哈木实至名归，不仅是对他的工作的表彰，而且能引起人们对维吾尔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情况的关注。维吾尔学者、经济学教授伊利哈木图赫提2014年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美国参议员司法委员会周三举行危险关系大型科技公司与北京主题听证会，参议员霍利提出议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配备的手机或电子设备上安装抖音软件。参议员霍利表示，中国公司的社交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会和中共政府分享用户数据。霍利说，对于联邦政府雇员来说，这确实很简单，但这里有重大的安全风险。我们真的希望北京掌握所有联邦雇员的地理位置数据吗？我们真的希望他们知道这些雇员打出的字吗？美国联邦政府已有几个部门，主要是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已经禁止其工作人员使用抖音软件。当地时间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经6小时磋商后，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宣布，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从当地时间6日零时起停火。同时，俄土双方还同意自15日起沿 M4 号公路执行联合巡逻任务。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与土耳其接壤，近期伊德利卜地区局势升级。2月27日晚，叙利亚政府军对伊德利卜地区展开空袭，造成土军重大伤亡。此后，土耳其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击落多架叙利亚战机，被摧毁大量地面目标。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不断蔓延，原定于下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将留在布鲁塞尔召开。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发声明表示，在没有充分的安全条件下，前往斯特拉斯堡开会会有更高的健康风险。据欧洲议会先前发布的议程显示，会议将重点讨论最新的疫情形势，并预计在3月12日投票表决一项决议案，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大传播。目前，法国新增新型冠状肺炎病例92例，累计死亡病例上升至6例，累计确诊新型冠状肺炎病例达377例。此外，全球冠状病毒病例数增加到 9.3 万。伊朗的马赞德兰和吉兰省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措施的框架内被封闭，禁止出入，